真係好掂啊！呢個廣告。好啦，跟住嚟咧要特別鳴謝一位朋友嘅，佢就係香港天水圍婦女聯合會主席鄺裕森區議員。佢咧特別為人安排咗香港天水圍婦女聯合會嘅粵舞軒啦，同埋青少年爵士舞班嘅朋友，將會聯同咧我哋 ATV 咧一班同事啊，靚仔靚女同事咧一齊演繹一啲廣告金曲嘅嗰啲靚仔靚女，包括有梁俊軒、黃家威、馮家俊、張家瑩、戚代代同埋沈詠婷嘅，有請咁多位。滷味樣樣都要斬大嚿叉燒。哇！有肉冰燒，肉冰燒，坐低飲杯肉冰燒，飲杯肉冰燒升嘅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添丁又發財。紅雞蛋豬腳腳，花福甜做份外開。又香甜又可口。誰在這街角不斷回望？時光可變，世界可變，人情亦許多都變遷。有共情不變，那種真找不到缺點。有空個肚邊咕嚕，要信我，吃幾粒個個讚。細佬哥都啱啲，認真舒暢，不消息，揾喇叭正路遠。兩個就夠晒數，兩個就夠晒數，生仔也好，生女也好，兩個已經夠晒數。好恨啊好恨啊，好恨啊好恨啊，叉叉叉叉叉，快啲搽啲冇鼻膏。神造空氣清新開朗，讓到溫暖帶來無限美，天天用煤氣。其實色彩紅蓮，係你知心永不變。與你共度快樂時，天天都唔簡單。我帶着情意，一絲絲凄楚，許多説話都仍然未講，中間必遙遠，懷念對方，悲傷盼幻想再會期望。Hey listener，見你衣着顯風度，意氣風發好清高。好似太陽咁溫暖，驅寒力一隨還談，強
強壯機能補氣血。